正在听讲牛杂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0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0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。即马应该对第3节继续来甲咱各位说明。第3节起就是有情即界动，无情即不动。若受不动行，当无情不动；若灭尽不动，动尚有不动。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像。冷善分别相，以第一义不动。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报诸学道人，努力使用意。莫以大乘文，曲折成殊谛。即马咱应该呢，来解说这道理。咱即马遮所解说啊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伊的弟子来解说真假动静记。对于真或者是假啊，那前面已经讲了啦，就是一切无有真起，甲无真何处真？这个所在，意思呢，就是讲咱目睭所看到的世间种种的事物，这种一种的假象，所以啊。袂使你执着在咱看会到的外表之上。什么是真呢？就是啊，离开外表的才会分别执着，会当互来开显咱自心的本性。咱的自心的本性啊，才是真。即摆咱要来解说有情即界动。所以，叫做讲做有情，这个情呢，名叫做讲做情识。既然叫做讲识呢，就是分别。所以，伫遮所讲这个有情啊，就是对自然众生啊，有心分别的作用。这呢，名叫做讲做有情啦。因为心有分别的作用，所以就知影好，知影歹，知影痛苦，知影快乐，也去贪心，去真慧心等等，这拢是由咱众生啊，是一个有情的关系。那有情，那搁再讲一个，互咱较容易了解的，就是有迄个知觉的心的作用。咱人是有情。凡所有的动物呢，拢是有情。既然拢是有情，所以贪生怕死啊，应该是共款。咱人呢是贪生怕死，那其他的这动物，应该是贪生怕死。因此，咱人呢，要来保存这条生命生存，其他的动物嘛是共款啊，爱贪着生命生存。因此呢，咱人为着咱的人的生存，为着生命存在，也去食物件保养身体，确实呢，去伤害着其他的动物、其他的众生。这款呢啊，就是不对。因此呢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
者这自然毋通杀生，因为白白都是有情，白白都是有心，有心呢就有苦乐，会当好生存，感觉是快乐。甲恁讲伊的性命去互夺去啦，那是一种痛苦的代志。因为这个有情啊，心呢是随着这外境去种种分别，所以即界动。这个界啊，就是一种的凡夫的见解。因为是有情，所以就有凡夫的见解。有凡夫的见解呢，心就动啦。安尼名叫做有情即界动。咱一般的凡夫众生，看一项物件，就去对迄项物件去甲伊分别，去甲了解，去甲执着。从你看迄个物件开始，也对迄项物件去甲伊关心，去甲伊了解，去甲伊执着等等。那你这心呢，就是动摇。所以有情即界动。下面讲无情即不动。这个无情即不动，无情就是咧指插头啦、石头，或者是讲土即个物件。那即款的物件呢，这是属于无情的物件。那无情呢就不动。这个无情不动啊，有两种意思。这种意思就是讲，无情就无心。既然是无心呢，当然啦，就无内心的动念。这是欲心的动念所讲。第二种就是讲，这个无情的物件呢，伊本身啊，袂讲安尼主动啊来去叮当。你像讲，一粒石头伫迄个所在。一粒石头放伫遐，除非人搁甲摕刷位，无迄粒石头定伫迄个所在。是讲一个叉箍放伫迄个所在，除非是人将迄个叉箍甲伊链去边仔去，甲伊摕去边仔去，那迄只叉箍永远都伫迄个所在。所以，这个无情的物件呢，本身啊无迄个主动的作用，只有是一种被动。那是有情，毋是啦，有情呢。心也伫咧震动，伊的身躯呢，共款的也是伫咧震动。在显密论文来讲，讲此心嘛是不离四大色身中，若离此心，即无能运动。此心无知啊，如草木花叶，心是无情，因何运动？意思就是讲，咱人的心啦，是无离开了四大色身。也四大色身若是离开咱的心嘛，就袂运动啦。四大身躯，这是一种的无知的物件。这个无知的身躯呢，敢若像草，敢若像树啊，敢若像迄个叶皮啊共款。身躯是一种无情的物件，要如何去运动呢？意思就是讲，身躯的本身这是袂运动，伊运动的啊，就是有一个心的作用。所以你看，咱人若是活活会震动，死去了就袂震动。为啥袂震动？因为你的心已经离开迄个身躯。那要咱佛教讲起，就是讲八识啦。已经脱离了四大肉体，所以呢就袂震动。安尼讲起来，会震动袂震动，结果就是心啦。这树啊啦，或者是讲茶啦、土啦，种种物件，因为伊无心的作用，无心的作用呢，所以啊就不动啦。下面讲若受不动行啊。动无情不动，在面顶有情即界动，无情即不动，这只是呢来说明动甲不动。即嘛若修不动行，动无情不动，这两句呢就讲对修行的所在来。
欲修不动性，就是讲假若你来修这个不动性。不动性是咧指什么意思？就是咧指中坐不误的禅定，就是讲只有伫迄个所在坐，也拢无倒落困，也真少运动，恬恬伫遐无振动啊。即款的呢，就名叫做不动性。讲假若若是修这个不动性啊，就动迄个无情的不动。动就是共款，讲哪呢？就甲迄个无情的不动啊共款。在前面慧能大师也讲过这个问题。就是讲你修行这是重要，但却毋通讲你修行啊，伫遐咧坐禅，也制止你的心，控制你的心，拢互伊无振动。无作用，这个心无振动无作用呢，就敢若亲像石头，敢若像插头，无情之无共款。假如讲你心若是无振动，安尼就是修行。若哪呢插头石头啊，伊就无心无咧振动，安尼伊是毋是咧修行呢？安尼伊是毋是当来成佛呢？就做慧能大师伫遮。这两句话啊，就是教咱讲坐禅是爱用心地功夫，并毋是讲坐禅伫遐也心拢无振动，也身躯拢无振动，安尼就叫做讲做坐禅啦。那安尼呢，就等于迄个无情的不动。坐禅这个物件应该是真正活泼的，所以呢，并毋是讲你恬恬坐伫遐，安尼就对啦。从这个所在，咱就可以了解，用讲修行毋是着在迄个外表之上。用讲修行，假若若是只有着在外表之上，比如讲，有个人讲伊不倒等，就是讲暗时也无倒来困，暗时无倒来困，当然这是无简单咱平常时人，你无倒来困会忝啦。伊会当好讲安尼，日坐暝坐无倒来困，照咱讲起来，实是真甘心啦，真无简单。但是咱只会使咧甲伊讲，伊有即款的苦心，肯受这个苦，但安尼呢，未必然就是有付下着心地功夫。我讲的意思是讲，假若伊只是讲无倒来困。也拢使这个心呢无振动，将这个心呢放在迄个不动的所在，也哪呢就执着在迄个不动遐，执着在不动迄个所在呢，就等于着做慧能大师家所讲的动无情的不动。坐伫遐起，毋是变成插头，变成石头呢？安尼要安怎样会当得到明心见性啊？假若讲伊身躯坐伫迄个所在，但是心袂当好降服，心呢，我那是妄想纷飞，也哪呢只有迄个身躯外表，心理结果呢，我那是伫遐伫咧打妄想，那呢就更加无作用啦。迄边讲若灭尽不动，动相又不动。讲假若呢，若要来找迄个真正的迄个不动，要找迄个真正的不动，要在什么所在找呢？动相又不动。讲在迄个伫咧振动、伫咧动摇迄个上面有迄个不动摇，有迄个不变动的物件伫遐。那这个动相又不动若别真不动，动相又不动，是咧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，假如你若是要找迄个自心真正的不动，就是讲要找迄个真的不动的自性，要倒去找就在迄个动摇、
在世间事物的动摇之上啊，来去找。那么这个动上又不动，这呢，就是咧指咱的本性啊，本来就是不动的物件。这个动上又不动，咱过去呢，常常摕金啦，或者是讲摕水啊来比喻。咱现做时呢，有咱是共款啦，摕迄个水来做比喻，就是讲迄个海水，若是无有透风，迄个海水啊，静静静，拢无震动。要若风一个透啊，也迄个海涌就架起来，迄个水就震动啦。那这个水震动只是外表的相，因为是风透风来架，所以变成迄个海涌。虽然是讲变成海涌呢，迄个水的性啊，完全不变。任你迄个海涌是偌大，海涌是偌小，或者是完全无海涌，迄个水的性呢，完全不变。那不变呢，就是不动的意思。并毋是讲迄个海水静静无震动的是，你即马去甲测验是一种的成分。即马震动落甲电呢，迄个成分变啦。或者是讲震动较大的，迄个水的成分就减较少，也震动较细的水的成分就呢较济一丝啦。完全无震动，水的成分就完足。并不是安尼，无论是安怎样啊震动，但是迄个水的成分呢不变，不变正正就是不动的意思。所以咱要来找迄个不动，要在什么所在？找啦，就在迄个动中去找。等于讲你要找迄个水，要找迄个不变不动的水，要倒去找啊？就在迄个伫咧动、伫咧变，迄个水泡的所在去找迄个水。咱现在是伫学习时嘛是共款咯。咱每一日啦，伫咧行住坐卧，也种种的无用，行来行去。在这个所在，咱会晓去体会到有一个不动的本性，安尼就无毋对。一边讲不动是不动啊，无静无佛种。伫遮所讲不动是不动啊，无静无佛种，这又是搁再两句的意思。那这个不动是不动，意思就是讲，你毋通呢，将这个不动性，甲伊当作讲，这就是一种的界限。面顶迄个不动，就是一种不动性啊。下面这个不动呢，就是咧指迄个界限的迄个心的不动的意思。就是讲你毋通误会啊，不动呢，以为讲这呢就是伫咧界限。假如讲若是安尼的想法呢，就等于迄个无静。这个无静呢，就是无佛的经旨。就是讲你若是安尼呢，要来成佛就无可能。这就是完全用咱的心地功夫所讲。这两句也会使甲伊解说讲木色无心。这个不动啊，就是一种的木色无心不动的物件。就是讲迄个草木、树啊啦、石头啦、草啊啦，这款的不动的物件，乃是一种的无静，乃是一个无心。所以不动是不动啦。那既然伊是无静呢，就是无佛的经旨。那无佛的经旨的物件，就无法度来修行，就无法度呢来成佛。对无静无佛种，在入道要问论啦，有一段话，就是讲讲华严的祖主来问禅宗的祖师，讲禅师心受相信，无静是佛。
迄当时阵禅师就甲伊讲不信。咱讲不信的，讲假若无情若是佛，那安尼呢，咱活的人啊，就应该不如迄死去的人。因为活的人是有情啊，死去的人是无情啊。要若安尼呢，无论是讲死去的驴啊啦，死去的狗啊啦，也就应该呢赢过咱活的人。在经典啊，就咧讲佛心者即发心也。这个发心是将界定回升，是将迄个三明六通升啦，将一切善法所生。在入道要文论观来讲你若以为讲无情是佛，要若安尼呢大德啊，你现主时若是死去啊，就应该啊做佛。所以无情啊，毋是佛。这呢，就甲遮所讲的无情无佛种的意思共款。所以根据拄则所引的入道要文论，就可以了解啊，无情非佛。所以呢，这名叫做讲做无情，就是无这个佛种。不过这个无情无佛种啊，无情非佛。这是智者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啊，所讲呢当然是真有道理啦。不过呢，若是依照咱天台或者是讲华严所讲，尤其是在天台所讲的，乃是情与无情当愿将敌。咱讲是情与无情当愿将敌啦，就是讲无论是有情的众生，无论是无情或者插头、石头等等啊，共款啊，都是啊有圆满的智慧。也就是讲，无论是有情无情啊，结果呢，就是啊有这个具有佛性，也甲佛是共款。不过，搁再甲伊分变成讲有情者，搁就讲做佛性啦。在这个无情的份上，叫做讲做法性，因为真如随缘来显现世间一切诸法。那一方面变为有情的众生，就是有妄念的分别；一方面呢，变为无情或者山河大地，就变成啊无妄念的分别。所以在天台宗内底啊。就说明啊，无论是有情无情，拢会当来成佛，因为伊的体啦就是法性，伊的体就是佛性啊。将这个所在甲论起来呢，袂使咧甲分讲是有情无情，也可以讲这个有情无情啊，应该呢就是咱分别念去甲分的。那约佛的眼光，在佛的世界内底啊，根本呢。是无有啥物是有情啊，无啥物是无情啊，一片呢都是一个清净的法身。咱所谓有情无情啊，就是这个清净法身会随缘显现。不过这款的讲法啦，就是天台或者是讲华严所讲。也叫做慧能大师遮呢，就是将这个有情甲无情甲分开。当伊时呢，搁再说明讲，这个无情啊，就是无有佛种的物件。这个无情呢，是一种不动的物件。所以伫遮所讲，主要就是咧指这个动啦，或者是不动。就是咧讲这个动静的问题。最虔诚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断1分钟，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